下各位聽眾，我哋歡迎人到對嚟邊呢福建嘅節目。即個禮拜咧，我能夠對嚟講，我能即係或者頂到俾講真隻股啊，點解講過本啊？特別當今日我係特別是我係特別嘅邊呢是專門叫，你講咪嚟參加喎？是最裝時間是亂時間是，是唔是亂時間是？是實際上冇嚟，特別實際上冇嚟咋。因為 anyway 要加先加 question 好啊啦，所以我才沒忘。咁當今日我係話題咧。幫我開始講話題試試，加上我特別嘅變性，你有時我係咁樣，我都係有用。OK，我特別嘅變咧就是韓國劇邊嘅老官，普吉老官，歡迎。Hello，大家好。了普吉老官我普吉老官成功成日困咧，變咗啱啊3點幾啊，4點咯，係啊4點啊。了個有阿韓，歡迎阿韓。嗨，大家好。呢個情況變得好緊生。我喺呢邊咧好緊生 limited 嘅，哦 special limited 嘅啊。當陣時俾嚟講有佢邊咧學緊啦，講咪幫嘢會接觸俾佢 store 俾啊，攞嚟使 walk in 接佢邊咧 back 本，特別都使 check 啲點聲學其實有啲，佢邊咧 back 嘅 walk in 就使俾本，然後俾一度了我冇個人啦，然後個澳洲阿 boy 歡迎 Hello，阿 boy， 玲哦，玲，กูจะแกะที่จุดกูจะแกะที่จุด啊！你看過去牙你骨頭會出來，แล้วก็你 Skype 入邊嘅邊ตัวแล็ปเท้าอันนึงแล้วก็นอนเลยตัวแล็ปเท้านอนเลยตัวแล็ปเท้านอนเลยจับว่าจะเป็น七色別可能 Hello，七色別加等陣，係咪？七色別哆來咪，叮咚叮哆來咪，可能哆來咪。Hello，嚇，抽骨有咩冇啊？抽骨有啥事？就係啲特媽係你podcast 哦，冇走冇回來哦。你想我就 continue 係 podcast。哦，時間就好啊。人真係人講掉呢下，特媽人捉講大話，一個直接嚟喎，試，有人講鬧掉嗬，試啊，咁咪就lonely。哎呦，OK，等陣上年我哋接苗物件呢，我看你個人講一下，OK，當講啷個佢用掉係咪手電？啷講手電是手機嘅聲，然後啷咗叫手電。handphone，韓國人叫 handphone，別人嘅啷咗講？ชื่อ電話。叫 handphone，handphone， 學嘅話咧，超電話，手電，超機，手機，唔是手機啊，超機，啷講嘅快呢？我講唔了，我冇肯知啊。OK，亂當今日唔掉一陣，我係咪講？講你冇到本。I do，蘋果，對，係咪冇到啦？講。 6咯 ，I6，我蘋果 SE，住 6住，你講你咩啫？七色別啊，我係蘋果 SE。Bruce 乜時候 SE？ 慘呀！我唔知我試過，加時辣喎。我一興冇聲。哈對。我硬後用嗰個叫嚟用喎。你嘅是咩型嘅？呢型是邊啊？格啲啲嘅是圓彎咧。我係6咯。有格嘅。哦，格嘅啊！我啲劍講啦嚇。劍冇唔知嘛？都食過。講啦。呢邊係啲睇你就是5還是5S 啊？
哦，快，誒冇 S 嘅話冇 S。 texting 佢住嚟啊，好啦，話你聲怪鼻水， texting 怪鼻水聲好了，俾我明啊明啊，哦， OK 冇仔啊，去啊，冇仔好啊，話企啊 hello 你冇仔好，咱到底係仔好？講話，你做咩嘅冇聲？我電話，你講啊，我都話不你電話聽，講下。對你話係咪係你電話上面係咪冇聲？唔知啊，我大媽我一落來聽我是用 tab 嘅喎，較早知道先你點解是用 iPad 啦，แล้ว你講聲就聲會 encode 唔知係咪數啊，唔知是啊你 handfree 數係咪唔知啊？當然好咧，我頭先擺聽到啲聲。是咩？冇11號嘅聲咧。特別較早我用嘅時有用到下你 computer 落本啦喎。有淡薄啦，較濟 majority 啦，少少嘅諗是11號。我歹勢啊，歹勢啊。唔係啊，當然好啊，當然好啊，當然冇11號啊，11號是兩行咯。冇啊，下你是辦字電話是安安啊。哦，你有咩票？80萬咩啊10票。？10票。因為做 iPhone。喏，幾多哪一個？會使本，13控無水，比這個控較水。啊，嚟講，係咪13控比這個上面嚟？卡紙咩？卡紙咩？嚇？卡紙嘛？ 11控嘅卡紙咩嘛？應該講定嘛？佢真係講嘅卡紙咩？Nokia 啊，係咪？佢打未派。誒唔是甲老殼卡，甲老水冇苗緊嘅啊，會用啊，不要嘅啊。緊誒，特別入水池我唔知啦。Nokia 啊行 Nokia 掉，Note ，Note 佢真係人講卡紙咩電話就是這個咯。都係啊你 hammer 嚟，哦，袋。誒，講條袋係冇效，你成嘅成講成。我計到解困，你講咩啊？你個當機用咗電話上面講就冇到。i7 嚇 ？iPhone 7，i7 上面 ，i7 是 iPhone 啊。iPhone 7，有個有一粒舊嘅，佢時間嚟準備 backup。Note 7，哦，Note 7就少數啊。你包仔喎。會爆炸嘅，我唔敢用，我直接俾我唔敢用，我幾興嘅，我講哦，那我看，哦，這唔是，這是裝嘅，這是怪秘書嘅嚇。對。怪秘書這是咩？這是國家的嘛？Nokia N70。哦。你個用過啲？有 SMS。後面你個即係個嚟用過兩樣。叫啦，無類人嘛。冇理啦，等陣我看聽個人講，下邊I will join you on the next time，我可以講，我是下邊hun I will join you on next time，OK，好，都當今，怪秘書你用掉當今用掉電話咧，但係我都好玩看一下冇啦。但我都看即個 Nokia 70啊。當今用掉㗎。有啦 SMS 哦。哦，真冇聲，你用咧，你唔知你有 smartphone 哦？有。因為 smartphone 唔係用定佢用咩啊？個用你冇啦，下你用 SMS 較好嘛，因為你手掃嘅有時冇關係。然後你搞國家咯，你睇但係叫你咩 tap 咧 number 咧，讀嘅啊？啊，對。哇，你只快都往時拍㗎。樓卡有教你 button 呢。你個樓卡個樓頂嘅，你度咁大。我冇度咁大，我度 KLCC。你話講亂咗，你樓卡佢粒咩啊？你樓卡佢粒咩啊？我講。你好。沒看見。貴，看沒有貴哦。
我直接那用嘅時候，有哦，你用佢哋。SMS เนี่ย你當機咩電話咧？怎麼你用咗你仔號電話？嗱，這裡就當劍。喂，我睇到小英，就好似係咩票咧？咁Samsung 哦，Samsung 誒，係咪 model？ Tab Tab 啊，Tab 啊，DAB 啊。แล้ว佢是你用到先攞咧嘛？แล้วอาหารเนี่ย用咩？ iPhone SE 啊，是 iPhone SE。boy iPhone 6 iPhone 6但係即係 Mbit 是 iPhone 5有嚟講。七色別啦 ，iPhone 6。iPhone 6แล้ว哆來咪是5。對。OK，當今嘛，我會看來我嗰隻 iPhone 咯。有。等我看，即係你到韓國應該是用嗰啲 Samsung 嘅對嗎 ？Samsung 嘢 quality 唔好，แล้ว嘢 Android 啊嗬，就講你用那個3個字4個字，可能 start hang 嘅。哦，覺得嘢，我係嗰啲 reinstall 過。你真麻煩嘅，然後嘢 system 啊嗬，像講加。什麼還沒被 download 物件，你去 Google Store 啊，佢被 download 係咪 APK 啊，咪款物件，哦 ，confuse 咯。哦，APK。誒，你我妹嚟韓國係哦，韓國人讀人叫 Samsung 嘛，那韓國人就讀係 Samsung。Samsung。哦，呢是叫 Samsung 啊，是 Samsung，唔是生啦。Samsung 唔是生，唔是生。Samsung，唔是 Samsung 咩啊 ？Samsung 是人講啊。Samsung 是人講嘅 ，Samsung 是人講嘅。Samsung，OK，Samsung 我不打以後講啊。你俾 Samsung 普及，係你講係咪？我唔樣 Samsung 人講嚇，係咪 Samsung 係咪？然後我講 Samsung 人家就講哦，是 Samsung。哦 ，Samsung 是係咪意思嘛？一字係咩啊？有燈籠字。冇三星啊，因為燈籠字三星，特別你是有拍嘅時，有時用嗰啲發音嘅，嗰啲發音冇 F 嘅，即係三位。哦，點樣啊？點聽即叫咩啊 ？HW 人家 HW 做 representation。就講 fighting， 你 fight 有即係就講加油啊！你寫個你俾可能encourage 人是啊，咁乜嘢呢？對，有叫 fighting，然後嘛，特別有嘅 fighting 冇 F 嘅三位咗，有是 HW 嘅三位。哦，fighting 啊！特別人啊講 fighting 啊，我講他們是 H waiting。哦，fighting，if fighting 就是 fighting 係啦，用冇 F 所以 H 係 fighting，H waiting，แล้ว你講特別 Samsung 都冇 F 先，你是講冇 S 先嚇？樣嘅是 Samsung 樣嘅 spelling 唔是真係用 S 嚟 spell 嘅。哦，你係點 spell 嘅？伊 spelling 加人係係你不相嘅，伊嗰啲 spelling。特別你讀你個聲是 S 聲是冇咩相，我成日講你 F 是 HW 嘅聲。按照講咧，你講話人按咗嗰啲人就讀 S 聲。伊樣有一款係是，像講 SE 嘅，然後係 sound 嘅，是 SE sound。一出一個尖都冇嘅，是，像寫嘅時，你感覺你唔相嘅，像講伊係你加人嘅 pronunciation 啊，人嘅 Malaysian pronunciation，嗰款係完全唔相嘅。OK， 出邊，fighting，然後個我就先嚟嘅，
OK，當然我要開下嚟啊，我要開為即聽眾嘅question 嘅問題啦，講你嘅頭一粒嘅 handphone 係咩票？諾基亞怪別說是諾基亞。哇，當因為佢這粒是頭一粒 handphone 啊，你少用掉。冇，唔是。都幾歲？十幾歲啦。佢暫時唔是諾基亞，應該是摩托羅拉。哦，我有摩托羅拉。摩托羅拉，佢暫時興咗是 Microtech。哦 ，Microtech 你咪是咁嘅出面。Microtech 是唔是？冇，佢暫時 Microtech 出嚟，佢有就是我白誒。你是你 FBI 冇啦？冇，佢暫時是 BC 700控啊，就係，然後你冇得有 flip 嘅。flip phone 特別冇，我係 StarTech，同埋你講係咩？StarTech 嘅是四粒嘅咯，佢琴嘅咯。StarTech 嘅是係你啦，係你叫做咩 X Files 是啦。X Files 係樣嘅嗬，係咧，特別嘢呢。佢。我未曉。哇，到呢個啩，我看。哇，呢個StarTech啩。睇下看。你想是安尼款呢？咁都開好啦。貴哦。我未看到錄 camera 咩？我這個新了，這新 StarTech。你 StarTech 嘅是安尼款嘅，我係是Sony，這是 Sony 啊。我有，發生我冇燒起來，我 StarTech。特別我有一個喎，即係等唔知係咪 tech 啊？就等陣咯，等陣。乜嘢？這是邊啲學嘅呢？歷史誒，即是我係邊啲學嘅呢 shrine 誒，我係 museum 嗰啲後尾，即是頭一 episode 落邊啲學嘅時用嘅。我點解冇用 Skype 嘛？點解冇 Skype 噶嘛？所以我用一個電話，然後參加我係一個headphone 嚟插入去，然後插線咧用 phone 格拍對馬來西亞，真係誇張，拍對馬來西亞，然後是。物論嚟講，佢看嘢 model 裏邊咧，佢貼伊個卡，了伊有 battery 啊，啥物哦，伊個 model 有寫了後尾嘅嘛。等我看，這是咩？哎呦，我個買迄個 enhancer 迄個 model D720C，應該是7G 控啊。7G 控嚇，7G 控。D 是，這叫StarTech乜嘢啫？是你StarTech啊？我唔知啊。第7G 控咯，然後這是我自己夾到嘅咧，這喲，這是我歷史啊，這無之類都無變咧學嘅，然後講難聽。然後個無，然後個自己到咯，我梗係夾小嗱嘅到咧 accessory 嘅咧 extra 嚟 booster 或 signal 啊，然後到嘅無上嘅卡啊，我愛無上嘅卡啊，喲，小咁嘅先嚇。點解我成日我一年換一刀但話？冇上，同原本一年換手，特別換個啦 iPhone 啊，特別聽到時冇上。冇到啦，我又真係，我頭一粒啊，等我走下啲，頭一粒是，我頭一粒是Qualcomm，即係大粒嘅，呢大粒，呢等，即係學到呢，學到係版呢，即係等嘅喲，特別搭 battery 打緊一禮拜，你 battery 就係大啲，แล้ว係是我頭一粒，這裡是邊啲學嘅頭一粒人話，第7G 控，有兩百人咧阿漢呢？係咪頭一粒啊？嚇 Nokia 3100是 color phone แล้ว伊個毛邊下有 glow in the dark 誒。哦，個小靚。我 UPS 7嚟 A 嘛，媽咪有咩好啊？哦，我12歲就有啦。UPSR ทันตัวไหนโฟนน่ะโนเกียแล้วปูกิโลกุเนี่ยNokia 365控。โนเกีย我特別吹下啫365控被派嘅一粒墨粉嘅。我哋吹下โนเกีย365控伊老卡邊異形嘅嘛？你搞你小電話本嚟啊？關我事，你小電話本嚟啊？
你是个电话，哦，原来我 number 呢，伊话伊话，對，伊真正麻煩，我佢講，頂當時我實用時啲，我 actually 我實用時我個 OK 個，因為頭先粒電話嘛，แล้ว還是我嗰時 high school 嗰度 high school 啊個 form 3啊，form 3我個 start 俾電話。安尼款錯了，你應該俾諾基亞叫啲嘅客路嚇，諾基亞叫啲。冇，還是因為伊把那個出來數，伊把那個出來啊，好了，那個有 cam 頭先咧有 camera 嘅，伊個是有 camera 嘅。然後伊 camera 講講真正差，把那個megapixel 呢，應該冇得管啊，個招個啊，我頂到誒，邊度？頂到我出嘅是電話係，是我係你電話寫是唔知咩 point 2還是 point 3 megapixel 嚟咯。0 point 啦，我當然我就講啲 backup 電話 data， 我看到 backup data， 伊唔知，伊 pixel 唔知是300幾乘4幾600幾，死咧！我看到上嗰粒霧霧出來，我看到正。過了。啊，只哦，伊是30你看咧喎，你電視。叫樓卡二開。哦，誒，你這是個電話，我看你們是怪別水。你小電話，你特晚你講我聽你嘅 model 就阿韓，我隨下你。3是啊。藍色嘅。哦，我看到啊。哦，這咪這是第興啊，定第國門第出名嘅。有時普通學裝啊。隔了人，少探未高咋？啊？當今實際講嘛是有個。少有個喎。新加坡有啊，應該是做 recon 啊 ，recon set。意思I think 佢真係出嚟先嘅你。係你冇頂到好啊！嗱我係啦，冇上頂到你樣啊嗬。一卡字尾，但係我卡字尾。嗰陣嗰啲實際講冚啊冚石哦。實際講是卡字喎。對啊對。實際講是卡字嚟啦。就多係你係夠個樣啊，夠個樣。有boy 咧，你嘅電話咧？我呀，我 NEC 啊。哦 ，NEC。真係久啊你。就我當今除咗 NEC Primero Access 啊。我未曉啊 B8 啊，當今我哋看了，我 send 你 link 啊。特別嗰陣電話真係貴啊，真係啊！我呢，你看到我當然 chat room 看到。啊，對。是啊。對。這條四格嘅啊。這就係 Sony 嚟喎 ，Sony Ericsson 嚟喎。Sony Ericsson 嚟喎。NEC P8 啦。冇 Ericsson 唔係 Sony。NEC 有一係。哦，是德國嘅，啊不是，你特別第三就係 Ericsson 嚟講咯。Maybe Ericsson Bay company 嘅，可能有 NEC 去。400檔咯，嗰陣係條蓋啊，一蓋啲流落嚟。哦，趣味。伊唔是㗎，你 compact 嘅咩？就人有一個桶嘅款啊，控嘅。電話單嘅是，隔了看到家己興奮嘢，聲個未變嘢，哇！你覺得人等成先啊？變一等，滴，誒，成個機電話。แล้วก็ดู iPhone เหมือน上。然後當然 iPhone 嚟喎，iPhone 嚟喎。哇！冇人玩，就少等我成個小 iPhone。冇 ，iPhone 咧係攞嚟 app 入去嘅做，加嚟解一下。你看我都看，你對冇爽嘅咩？我家己嘅 ringtone 我有 ringtone maker 啦。哦，哈，我有 ringtone 到底係 set 啊 ？ringtone。我冇個，隻巴貝。就媽媽過嚟啊，係。我個啖細，大家爽㗎。按照換 set ringtone 到底換？我未記啊，到底換 sound 啊，sound and haptics，OK。我嘅 ringtone 可能聽，我嘅 ringtone 是。ringtone 咧，因為你會使變咧 ，iPhone 是講嚟係攞嚟 app 入去嘅，你都會使改一下了。你是買 ringtone？我個冇想。
我唔知是係咪機未機啊？伊個機彈啊，真係尖嘅，咕咕咕咕，哇！你聲有，啥是 Sony 嘅咋是？喂，記者，是 Sony 還是係咪？我未記啊！哇，真係尖嘅啊，真係好聽，一個咕咕咕咕，哇！叫嚟做我哋阿拉媽笑啊！啊，對，按翻嚟。特別無夠尖，無夠尖，伊個聲愛較尖淡薄。這是我當今嘅喂 ringtone 是知道啩？那 one two three four 係咩啊？我未記得，這是 iPad Nano 嘅 commercial 係 something 我未記。了啊，我咪話 Espirito 嚟掛部係全部嘅。哦 Despacito 啊 ，OK，等，喂，我未去困啊，未答。OK， next，這個轉啦 ，OK， 感謝，拜拜。拜拜。拜。แล้วลองจับมาเป็นไงตอนที่ฮับเป็นไงจับมาเป็น Skype เอลอง嘅電話係咩331空哦，卡字咩？哦331空啦加隻相啊加很相我是310 sorry 啊3100哦你是31空啦331空ก็冇相嘅331空 Nokia 哦較舊第二代。冇較新第二代。哦31空是你嘅331空是第二代我哋我哦這個時候我你話當你新嘅Nokia 331空 the icon is back 哇331咧有本伊個靈頓裏邊有3集到4集裏邊嚟講你靈頓是4集你是我新革新嘅了革新咧伊就加你331個上嘅331空伊個灰是青色331個伊個灰咧是藍色嘅有啲人就是伊加伊個灰啊佢有了裝死加伊個靈頓咯可以無相咯可以加 improve 咁樣你係記即係啊對Nokia 係聲，signature ringtone。有句啊，我個會記下陣咪是無通落過，家己愛吹下你掛記憶呢，但係你講咪 4G 1啊 4G 2，了白下面就是嘢下你咩嗰啲真正看過我記得，了下陣咪是個唔是下你 internet，下陣咪是個是下面啞鈴啊，哇！I guess 是叮，哇！咪按翻嚟聲嚇。然後放咗上去對唔對？哦，這個新嘅咯，這個新嘅咯，你，讓我等等啊，這是開了的，這個新個，啊，這個新啊，但我聽到是叮，啊對，加 retro 啊，等我再看啊 ，Nokia original ringtone，OK，看看。冇，依個我哋實在。我超馬都寄了，第次331空我啲除開ringtone我除。係咧。啊，對。冇，依個有應該是裏面個地怪是唔知大條伊個骨三鬼嘅，伊是滴，得，伊個 melody 真係好聽。哦。是Nokia 331空裏邊，有40條嘅歌，喺你裏邊第3支是3未記啊嚇。這是 original。我介紹了，伊個這 ringtone 啊，介 iconic 了啦。original ringtone，你當然記得電話啩？你新嘅331空嚇？我超寄了一粒。新嘅啊？我啲緊照了嚇。你唔是緊電話啊？冇啊，用我話硬俾嘛，寄嚟看，寄嚟家己用嘅。哦，新嘅啊，把你個出嚟係新嘅啦，新嘅一定唔是 touch screen 嘅，特別一定是大嘅啊。伊是 touch screen 咧？唔是 touch screen 啊，特別 screen 就大嚟嘛，就 screen 嚇。Nokia 331空，แล้ว係咧大粒頭咧，你頭一粒 handphone 係咩？前日估嘅咯。我當見老細我冇用 handphone 嘛，是唔是？
啊，唔知我唔知。他哋咪叫我call 路到邊話到啲 Kansas City 都是 this is emergency phone 啊，哦，cell phone 嚟。啊，特別你聽到時你應該有本啊，你用過啦。我古早 start introduce cell phone 嘅時，我用 Motorola 咯。嚇，係咪票你叫咩 model？ 我未記啊。Oh shit！ 快 old 了。來了，阿 John 對嚟。啊，安怎啊？咱 disconnect 去啊 John no longer presenting，得嗎？啊，得嗎？掉你個了去啊？阿妹好好對嚟個。好咯，伊無 stabilize 個。哦，係咪數啊？係咪數對去啊？魯對，是我人對，是魯對。哦，真係數啊，真係數啊。maybe 得嗎？我做 presentation mode 嘅數啊。係咯，應該是啩。แล้วแต่มาเคนจู่ๆ嚟หาอีเจ้าหีแล้วอีกอง嘢คิดเจอพวกกิโลกุนเจ้าหีพวกกิโลกุนฮะโอเคแล้วโซเจ้าว่ามากูรู้นี่รู้頭先了ว่าอย่างไมโครเทค當劍聖ตรงกิมอ่ะ iPhone SE โอเคแล้วติง頭先了แต่ว่า是 micro 頭先了是 micro tech Motorolaต้องไอติวแอนเทนา係咪 antenna 仲話อีแอนเทนาไอฝักติวรู้เป็นสิ micro tech เหรออ๋อแล้วแสดงว่าช่วยอุฟลิปได้มาอีฟลิป出來嘛เอคางอีสันเดอร์ Motorola โอ้你大粒喎你唔是第個大陸啦，另外一個 generation。對，意思一啲你開起來咧，吹佢。Yes，嚇！一扎路嘅聲咧，一 divert 入去嘅。等我看喂 share screen 嘅話，有時講對起嚟講係我兩個，等我就start screen share，快啲哦！阿漢看有掉呢。Matrix 啊！路人睇有 micro tech 啊，路會去 tap 大人嘅 line 嘅啫。Yes，啲 battery 後尾 battery 有3條線，所以中間一條線，你也係個風機嘅 cigarette 嘅伊個叫咩哈？伊個射波嘅轉，細條嚇，伊個 foil，所以你 attach 啲中間一條線呢。所以你就塞落 battery 入去，แล้ว用落 phone antenna 收關，OK，then 你會使 net 人嘅 line 呢，嚇人 conversation 你覺得聽得到。No. Look, not just หุ่นขี้抓 look 用 aluminium foil or 用金膠嚟抓嚟了。我啦聽到是有หุ่น嘛，咁啦人會曉用就是用之類了咯。你對，once you set 住嗰時，你對 type in 出嚟 code。哦。嚇，something like that。嗰時你會換 frequency 了。哦。有時你會 tap into 阿伯人嘅 conversation， 一次過去。那聽人啲邊講我愛你愛。我講聽，我聽到嘅時候，我表哥伊到啲日本讀冊時，伊有買一粒嘅 mini combo 啊，就 mini combo 啊是 mini combo 一件對嚟到啲日本嚟啦，你有一個 band 係是聽到人嘅 handphone 嘅 conversation 嘅咋。哇！所以我真係識聽，我 eavesdrop 咯，我真係識聽，比較就 dramatic 嘅咯，就我聽到。我係標誌啊，都係治療聽，成個聽你啲學生咧就。好啦，想人聽喺你拖車你睇啦。有咧少，有咧就是一就是誒就是 OK 好，等你嚟啊，好 OK 拜 come，我哋冇笑哦。你聽就是一歌數嘅咧出來啊，我同你講，做咩數落你看對話啊？咩物件？笑咩？Because at time during those olden days 嘅時，伊嘅 bandwidth 伊啦阿會 narrow down for what application，我冇錯啦 ，because 我知我真正細漢嘅時，人嘅 tuning 嘅 radio 啊，人嘅 normal 嘅 radio，你會對 tune 嘅嘛是？你 tune 去
only some radios 啊，你 tune 去有大嘅 frequency right，你會 tap in 落去馬達哦並，哦，然後你聽伊嘅 Morse code 咧，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後你聽伊嚟 radio 有大嘅 radio 呢啦，盡量過渣嘅 radio，伊 range 較跨過伊人嘅當嘅 commercial 嘅 radio 嘅，定到是，所以你 just tune 伊 frequency，so 有早啊，真正是喊嘅是。Standard 1 Standard 2嘅是對內無事做，去丟去聽。我為什麼個講我這個聽咧，你學生嚟告訴我咧，我聽小字嘅時候，不是聽那小分的，這真正不了的 during the 聽 Morse code，對聽 Morse code，你聽冰嘅，你聽馬達。所以我那是聽，我是跟聽咧小字嘅冇好聽咯。特別佢就是 drama 是最好聽啦，小妹。drama 較好聽。啊，你黃時個唔知道呢呀，講你琴日嗬，看你個再拍，個上一個 group 嘅人講話哦，小我是個聽。我係你酒吧較濟。啊哦。我酒吧較濟。係你小姐叫打波啊，較濟。你看。我對面咪酒吧，毛菇我係對面咪酒吧。酒吧呀，啉酒嘅吧。OK。酒吧 pub 喇叭啦，你看啦，你當只 hot 嘅嘛，咱 luxury 啊，咪物件，豬嘟，對，แล้ว接落來就是接落來我就去 Ericsson 咯 ，before Sony merge 加 Ericsson，OK， Ericsson 咯，แล้ว接落來就是有 Siemens 啊 ，Panasonic 啊，你本是小電器咯，我看你是，係咪嚟？你本是小電話咯。唔是，我電話特買，either 是教落人人通，無是學車嘢嘅。嚇，一電到節目到擺，แล้ว電話放啲 pocket 阿妹用呀，後年嘛，嚇，你就標出來，阿妹經過。我冇估啊，我咪รู้啊，咱講被 organize 落去咩啊？你知道誒？這個字。會使啊，我就愛介人講咯。我有點，我揾咗 set 一單咩？我每項都會講。OK，會使嚇。了，你加 PM 我啦。嚇，我甲你講掉。then OK，等我想下，個有一個，等每日我甲人講一下頭先電話。OK，我決定一條 question，然後再一條 question 個。你按照經電話，你買電話是色咧，還是票頭咧，還是伊個 spec 咧，伊個 technology，還是伊個 screen 嘅 resolution，還是 battery 電話面？你講話，you mean now？當 now 啦。但係未經電話是，即對我嚟，我未記過人，我個人講一下，我頭先入時話講嘅，我對我嚟講係是 OS 就有見到當見。technology 邊有見到特別 OS 有見，我冇插票頭啦，票頭我冇插嘢，伊係咪票本可能是講我感覺就好用，我就用咯。亂嘅。OK， 因為當今嚟講嘅，伊有嘅是你software 裏邊嘅有 OS 啊、Android 啊、Windows 啊，แล้วก็BlackBerry 嘅 system 唔使加咩嚇，因為看個人嘛，所以因為較 popular 係 OS 嘅 Android 見到你較 popular 咯，แล้ว佢又看你嘅 RAM，特別Apple 裏邊呢是講真呢，伊家己有家己嘅 software 啦，錄用久 at least 唔會 hang 咁樣。Android 就有安阮嘅 problem 錄用啊，近到三幾節。你記就是來 problem 咧，我錄驚錄慢啦。我特別我真係是我嘅朋友嘅樣，特別我人 WhatsApp 啊，伊才是三幾節一擺下，伊就未用起啊，伊 WhatsApp 就係爆滿咧，WhatsApp 就搞做不定我爆炸啦。แล้ว因為 WhatsApp 嗬，伊有 send 你檔咪錄用啊，錄聽個來寫啊，家己錄無來講伊掉了你記嘅。滿係啊，我哋興記咯。แล้วปลังเนี่ยปลังลองกิ้งแต่ว่าสิเนี่ยไปกิ้งทำไมมีกี่ไซส์อ่ะสิทำมีอาหารสับปะสิลองสับปะลอง講อาหารหมดที่อ่ะคุณน่ะสิอ่ะคุณที่อาหารต
個咧70哆來咪70咧。我驚啊！我之前用 iPhone 咯，咧用我感覺我會曉咧，我接來我就買 iPhone 了咯，因為我關係啊嘛。你買是你成日講你特別，你咩是 OS 啊？但係是想關係用伊 operating system 啊。對，所以冇使換咯。大咧還是細咧？要見到你 screen 大粒細粒。之前我把路經 6嘛，所以我 feel 到上細啊，所以 the next one 我比較大啊。哦，即係上6本細啊，6已經就大本了喎。Because 6 bus 個較大嘛。哦，你不看暑假大大，你怎麼咪是嘅咧？咪是較大咯，成個嘅到一店咪係咯。成個我咪是我嘅到個嘅店咩？我嘅係6 plus。不 because 嗰陣時你會使看戲係咪較平咯？調本。嚇，แล้ว你帶物件時，你嘅手甲用搭掉嚇呐。我看 friend 嘅大甲方便嚇。你見到，特別你冇，你那時講 budget 啊，樣出嚟另外一個新 iPhone 嘅時候，伊嘅 screen 卡，特別是 iPhone 嘅時候，特別 screen 個上大。係咪個別算？因為你嚟講是你春聲看啦，嚟講是超過6寸嘅啦，對往搭波裏邊啦，借了麼多眼鏡款啦，冇方便，因為伊係短位置啊，坎坷。你卡別壓了伊嘅春聲5.5是別水啊。你一手我們嚟聽下咪啊。一手見㗎了。你嚟講是6寸嘅啊，你看條車門你看門好啦，你手真係坎坷。較好減你拍緊，是，我同你講較好減咯，我見過你水，7寸半，6寸卡掉，7寸半啦，7寸半較好，8寸半較好看，8寸半較好看，卡掉咧佢哋，卡掉未拿啊？不，誒，你講到啲得咯。誒，你而家講掉本咯，你是小大咧嗬，你頭前係博嘅，你別壓你嗬，你卡。對啦。因為我覺得假隻你攞歪大6寸，應該是6寸嘅，哇，坎坷咧，後尾佢換到啲5.5嚇。5.5是係咩 size 啊？5.5一定是SE 咯 ，SE 嘅 size。哦，SE 你4年咩？SE 唔是4.5啊？係5.5。嗱講是 iPhone 6後尾有 Plus 咧，係伊春聲較大咯。有陣時冇 Plus 是4.7，嗱講頭時是4.7寸。我是聽講啦，讀 rumor 啦，特別係我講 next iPhone 啦，定個隻 iPhone 上咗 iPhone 咧，應該定個一個嗬，就是伊個寸較細去，特別伊個 screen size 個上。因為貴嘅頭先是 screen 嘅。是 screen for 上個 iPad 裏邊嘅 iPad mini 裏邊嘅，伊就看伊嘅 screen 是嘅係咪了啊？路咯，Retina LED 啊，是唔是？我嗱講是，而對對伊嘅 screen 普通嘅無講會真正水。我講新嘅 phone 下，伊是上個即個我 screen 嘅 size plus 嘅 size，特別伊無咧頂面嘅。賺一賺一貴嚟啦，是呢，我是講白刀啦，白刀啦 ，full screen 係你款啦，我是聽講啦 ，rumor 啦，但是講你嚟啊，你就變咗，伊講一邊頂到，你講 iPhone 6是4.7了，冇4.7你是較貴嘅，佢是較貴嘅 iPhone 3、4、5。然後 iPhone 6就係6是5啊。你按係吹嘅5.5啦。5.5แล้ว6ก็6 plus ก็กระตัวละนั่น就 iPhone 6 size screen size 4.7 iPhone 6是 4.7 4.7เนี่ยแม่แล้วแล้วว่า iPhone 6 plus size 係點啊？iPhone 6 Plus 嘅 size 是5.5對6 Plus 是5.5哇6寸乜嘢啊？你 SE 成個是4.3嘅時候，等陣我睇iPhone SE screen size 4呢？哦
OK，所以那是講係，我那是講伊厝差唔多5寸了，較少過5寸嚟講係，有看到咧，咱字我特別是咪我未清鞋，我係我 pocket 咧我未清鞋，我個壓，我有見嘛？我未壓嚇。昂啊昂，你係講未情嘢嚟邊啊？你咪是，即係昂嘅。啊，嚟講，你咪是掉電話啦，啥10幾年前啊，垃圾掉電話啊，日日話北掉啊。哦，又靚一啊！嗱，我講到我當叫安怎啊？我當我是安怎嘅，我當我是嘅手嘅，你我安怎嘅？你知我特別你我嘅，你安怎嘅我係架樓，頂住我架樓，我就是安怎嘅攞出我車，因為車白我邊啊時候，我就我咪是 distracted 了嗬，我冇嘅我係你後背好多，一攰粒架樓落去，放埋車嚟落去，你頭卡打，頭啲一邊你落去，我試啊，別好個就冇別。嗰個就冇靠到特波，靠冇部 screen protector 喎。特別我靠到你我用這就冇嘢，哇錯咯！我看到我成嗰時嘢鐵坑嘢，特別個冇啊，冇幫我當然。嘢嗱我時間呢，我後尾啊，我冇學過哦。你冇嗰陣要我學你幫我，我係一粒。後尾我呢劍條是說。伊較穩啊，像我落車時啊，我夾物件，我嚟看手好掉，安尼可以壓掉本未加流咯。特別你看起來像 magic 嘅鋪掉咯嚇，鋪掉。然後亂插邊有啊，上個是冇咪有啊，冇咪我就是我順啊，看到啊，慢慢背背，這邊就興啊，尤其是雜毛。那麼看過喲，特別 Skype 咱未看到嚇。哦，冇啦，這邊冇啦。我啷個去看咧？啷個去看 YouTube？看 YouTube。伊啲咧怪濟哦嚇，冇講就濟啊。廣播幾秒？幾秒嚟啦？叮當我是啲咧就濟，當佢我除掉隻 setting 我使換。แล้วอันนั้นกิมเดียวแล้วอันนั้นว่าเอาไว้กิมแต่ว่าเสียลองขอเดียวลองสกายไปหลังว่ากิมแต่ว่าเสียวันนั้นกิมเหรออีกก็บีกุดแล้วว่าชิวก็มันจังกันนะอัน所以ว่าบนในไก่ถูกไหมอ่ะแต่ปีฮีบางปัดได้แค่เสียแล้วป่ะอีแต่ว่าสกายอีสกรีนไซส์สปีดนะสิแต่หน่วยแค่เสียก็好哎呀สกรีนไซส์สิ要跟到咧對話actually 我是 technology 我是那是講學我 spec 關我都真係㗎咧但是講 within 關係咪 within iPhone 啊 battery 巴咯 battery 夠濟哦แล้ว快 actually John 當然會出咗10清啊10清嘅電話爆炸冇嘢 battery 特別我講聽我呢往時你跟佢看 number 啊如果被伊被正講到伊 real life 嘅 situation 用嘅事，因為 iPhone、iOS 嘅 software 啊，正搞 control 你嘅 battery 啦，所以伊用時伊嘅 number 較細啊，特別伊打緊個久嘅啫。所以冇阿你都就係開聲定你個係嘛？特別冇，你想伊嘅 processor 係你用較少電啊 ，because 用家己 chip 啊，咁樣嚇，所以用較少電，伊唔是講嘅你 battery 你 power save mode 嘅咋，你平常時 operation 嚇，你嘅電筒時你問看伊較大粒嘅 number 較濟嚇，伊就用較打閒較久嘅 real life situation 你講用上嘅 activity 啦，你去 browser 上面嚇，你那是你 software 甲你 hardware 都一件好事時嚇。像 Apple 可能比較即個叫做一個 software 叫做係為咩？所以伊用嘅即個 chip 啊，用較少電，所以變咗較省電，因為伊嘅 number 較細，因為你打很較久。所以我就是看，特別我對我嚟講，我特別是我屬個 OS 伊個 iOS 嘅 operating system，所以我變咗調用 iPhone。แล้ว within 個 iPhone 咧，我個會 expect 所以成日我會較濟 memory。因為我貼咗隻小影數嘛，แล้ว我第件你落興就是貼啊，咚敷咧，你等我第件你攏見咯。yeah。我第笨蛋嘅，我掉佢一刀後，我一刀撬我冇插，我特別只大一刀，我正到上面去錄影嘅時間突然咋，你去錄影啊，迄下嘣冇了未啊？你如果被 delete 咪就嗰度隨便嘅 delete 喎，你這邊有冇睇貼小影啊？大了，是咯，是哦。
你人看 spec 咧，人個別行 spec。但係看咧 battery camera 係用過 camera 掉本掉。當今16 megapixels 23 megapixels แล้ว因為都嗱講時嘅 camera 基本無方便本嘛，都 travel 個了。掉電話咯，啊不，camera 有當今啊。camera 定得是兩個咪個 0.2 megapixel 啊，喂 camera 0.17啊 something 我0.3 megapixels Nokia 但係嘛，如果看你 Nokia N70 是0 megapixels เนี่ยจะไม่สิตีตกกองอ่ะตก少แล้ว學查某講嘢查某講係咪你 feature 咧？你先講你在定定講你是個 Apple 嘅電話，你俾 iPhone 用 iPhone，有時特別到啲 iPhone 裏面如果隻model 曾經㗎嘛，你俾經驗就可能 model 咧係咪食咧？攞是個係咪食？食啊！我是經 Rose Gold 啦。哦，咁我想，嗱我經 Rose Gold 咯。Rose Gold 都是個 Rose Gold，哇！真係是經 Rose Gold 咋？我唔是講掉啲 i Rose Gold 咧。我俾我 iPhone 7 Plus 時，我幾見過，我到啲 Island Hospital，我8定住半年做工作先。每日你講能俾 iPhone 啦嚇，有傾個嘅名落去哦。冇。會使傾嘅咩？傾面錄嘢嘛？錄是 order direct 伊個嘅website 啦，你使傾名嘛？我冇。點解會記嚇？點解實是有 engrave？因為我嗰陣用下你 iPad mini，我是有係名落去啊。iPad 我真係有，特別 iPhone 你有啊？我唔知。你係經 phone 嘅時候，真係未使，真係 phone 啊 phone，呢隻一年啊，一年 phone 嚟嚇。你覺得大號㗎啦？哎呀，唔係就派啩？真係啊！我聽到是 iPhone、iPad， 我唔知 iPhone。iPad mini 有劇啊，但係大號嘅，冇tan大細，但係本別記啊。特別我是因為 iPad 本派啊。哇！呢就是 iPad 派啊，夾變到11號嘅啦。所以我計走佢俾 tab 咯，我就 tab 好用嘛。特別 tab 啊，冇下變靚學嘅喎。有可能是講到變靚學嘅啊，衝掉。OK Rose Gold，แล้ว這是Gold 係咩？Gold 係睇到本水本嘛，上邊嗰個本被拍過本嘛。上邊嗰部你是唔是 iPhone 嚟？是 Samsung 嘅。未必 Samsung 嘅啦 ，Samsung 就夠對嘛。即係你走起啊，學到了未？我個啲愛困起啊。我愛困起，你等話你是愛經等話是你還沒食你是㗎。Apple 嚟講，any color 唔使秒見你。哦，我本想，我就是聽同我哋講嘅全部就是我買一粒嘅時候。咪知啊，我頭先特別 yellow 尋 red color 唔使。Yellow 尋 red， 你冇是個紅個黃。嚇！你邊咧學嘅你食咧？邊咧學嘅食？冇唔是。我看到 Apple 出紅色，其實是怪 color。水，紅色水咩？我是㗎啊！冇水哦，我冇水㗎。我暑假咯，我暑假係你紅色。product red， 我白 rose gold 嘅咧 OK，特別紅色咯。你冇是㗎紅。gold 咧劍咧 OK 啊。哦，劍個 OK，我捌有過劍嘅，但話本 rose gold，我冇隻 black 啦，特別我實是冇 space gray， 我唔係用過。我這是係咩？我有嘅電話，我至少我都冇參與食，因為隻黑嘛是隻黑啊出來時啊，我都當劍愛來咯 ，iPhone 8啊 ，iPhone 8。哎呦，我背來啊 ，iPhone 8啊，嘅單啊，阿格是應該9月來唔知啊。John 我等到嘅2號launching。係咪你等我2超？你咪俾我7 Plus 啊？Yeah。冇啦，我都俾我就做 iPhone upgrade program， 我直頭去 store 興嘅啫，後我就入先。係咪唔知學話啦，俾啦。我俾學佬啊，你就接超白位。你咩啊？你把個線都嗌線，你全部都個嗌咯。但我講只錯事啊，你而家嚟講嘅咯，就錯事唔講。我庇護啦，買你坤啦。你係咪是庇護？你企出邊不講庇護咩？啦，啲定黏掉。講庇護。那庇護啦。
啉掉個啉掉。點解錯咩？大媽點解錯咩？錯，等你講呢。你咪看到啲 YouTube 咪知啊咯。嚇，你等聊天啊。係你講到啲電話，講到啲電話，那個每到啲啊，了個啊，即係你講有依個 DDD 哦。DDD 啊，你是拍面拍字？不是都得。一下都一個月可能是10個塊了，唔訂啊！但講對象訂了，你冇通訂講嘅。我睇見你都係咩事哦？你都係用Nokia 6020，你係超傻咩？你用8厘分的俾真了，會平平嘅。以前在你特別是網站有不是 top one，特別係意思。不，意思Nokia 順便40、60，แล้ว60你都係自己 install，แล้ว伊就順便40你就加嚟。搞個屎啊你！嚇？你搞個屎啊你！你梗搞啦！你哋壓好個就你冇11號啦，11號我是訂掉咯，但係時都你夠講，佢未講。但係我是愛講嘅，未講，可能咩個波斯啊，係寫嘢，大家做錯得愛成錢冇訂咧。唔見，成錢都學當然驚啦，當然試下你水啊！特屌啦，你就活動業用係咪款咯？係咪？你就活動業用係咪款咯 ？iPhone Pixel。你有咩 phone？ Kalau yang jegang iPhone 啦，哦，奇怪啦，成日水是佢。佢拿情況嘅嗬，有位溜到邊，特別是免講啊，因為本是伊嘅部嘅，我個會小 iPhone 呀，無嚟講本無俾啊。係咪 program？我是講伊嘅有一個 program 是做過嘅 program 嘅，係你吉他係咪啊？哦，你寫八卦下，你是個。做 music 啊？你是個做 music 啊？做 music 嘅，所以我個驚下你。你做咩工嘅平時？嚇？平時做咩工？係咪？做下你啲單嘅工咯。哦，所以 IT 啦，你成日開線係咪樣講你哦？工咯。係咪開？政府人係開啲單係咪啊？哦，你是未定？我未關你嚟搞，好了，把單佢都係教官你點？冇嘅，我們是輪輪走是所走嘅。哦，你直接駁到冇啦。就講你電話冇是除了啦。係咪地打係咪啊？咁咯。誒，你話特擺我對起是我用嘅啊，你好唔好？我只暑假特擺我對起我用，我是買住電話號頭啊，去 Maxis 買啦。有時我是用我特擺是用你一個月5 G 嘅俾管嘅。冇啦，都當見別別裏邊你都算仔俾部淨係辦嘢咯，當見係咯，辦嘢嘅事啊！我舊年都係試過幫你辦嘢啊，今年都係辦嘢呢。因為當見咩個這是成個人碌卡電話，個這是本是 data 加人按咗門嚟 data 呢係個這呢。係咯，因為當見講我個 menu 咯。個真係碌講咩啊？你 BTT 啊，我嗱用一半碌講話人個撈訂了呢，都唔免講啊咯。冇了個事啫咪。朋友拖人去入住你啊，樣係咪過 highway 啊？哇，聽嘢 bus 播啊，媽打隻啦咩？哇，成日佢哋冚嘢。捉隻你電話，愛每隻。因為做怪鼻水。哦，怪鼻水。誒，人嘅 Nokia 講會使 jam 迄個traffic police，迄個 speed trap 啊，嚇，是唔是？有影嘅。你免全嘛咧，你入 wave 呢，人就播互你聽咯。冇啦，你是講頂到嘅事。頂到嘅事冇嘅啦，因為我接叫下你成個人一樣話你阿妹巴士啊，一間裏邊個了話巴士咯，了樣大裏邊聽講咯嚇。哦，以前你講個你講播互你聽呢。播到邊邊咯嚇。哦，伊唔是特別係講你講話了巴沙，問講電話咯危險哦。哈。誒，你我講你 BDD，我冇做過你，我唔是冇。是叫 push 到到。我冇試過 push 到什麼意思？即係亂人啊，講電話就多聲放出來，就啲啦，我只係未打呢。呢件事係咩哦？你人用了電話啥？成日驚人唔知啊！嚇，你講乜嘢？我聽無個表件啊！你講你大聲個徛起來啊！講未看呢？你看你 DL 啊！DDD 在變做 DL 嘅。怪鼻水啊！我問你看啊 ，since you familiar with iPhone 嘅 back home 啊，咱 Malaysia 有被 burner phone 無？係咪？有啊，咪是我用嘅咯。
你是講 physical 嘅 phone 啊 burner phone that means 你用了你 after 你 make one or two phone call 了你貴嘅 phone phone 是冇，特別 SIM 卡你是你俾啊，你是講 phone 啊？買翻嘢咯。你是講 physical phone 唔是 SIM 卡啦 phone 冇。我在 Google 裏面看過嘅是有人做生意是講你 travel 來啊，我隨你電話。哦，哈 ，renter 嚇。renter 嚇。你使去買咧，辦機電話咯。Nokia 咯，買 Samsung 咯，辦啲200嘅，10幾塊呢。10幾個，你拍地啊嘛？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โอ้另外一問題，咱當講未就冇人講嘛未咯？我講啦嚇 ，OK， 另外一啊，那是你電話放機器啦，頭前要做咩？我放電話放機器咧，就解了。我不是解咯。冇水啉要緊電話別使放機。對。我不想哦，我不想。上個係日子早嘅，我叫我朋友甲我換 SIM 卡，晚仔仔伊甲我換下你另外一個舊嘅電話本換去，我貴你無 network 啦，話我係小去啊，我暫時我個多外口啊，哇！紅音無 network 講你到底對唔對？我叫你換 SIM 卡，我換另外一電話嘛，了你換我家己免呢做咩？為 online 俾蝦米？好朋友學 comment 到 Facebook 播噶，哇，真得濟啊！我問你做工嚇，你是你做電話攤接本呢，還是你做電話是佚佗呢？係咪？你這攤接是做電話？電話地打。哦，你是成個人？我是無店嘅，我是山走嘅。哦，講喺邊幫補 ，OK， 我就愛去啊，反正。所以樣是你是安怎去鬥下手人俾不上地打，是咩 plan 啊？款係。我嗰邊徛了，每人三半冇得我每人。你其實是幾種啦？每嘢是你需要服務嗎？我成日做你看，我你看毛毛菇，哇，哪有毛毛菇？你需要服務嗎？你要跟我註冊嗎？我沒有註冊電話。哎呀，有。阿伯你唔話？你唔看你要服務，咪服安怎服務？我標過去。download 到 Apple download 哈。係啊。哦，你到 Apple 嚟單咧，有當時哦，你咪多佢話，到底邊啲 Apple 嚟？我冇賭過咯，特別男教員我有賭過咯。哦，你真是看我想看。因為我冇借他朋友，我借伊嘅朋友另外一間嘅，因為我我借個 John On 樣我唔買啦，伊安尼出名一句嚇，我低調嘅啊，嚇。等我低調。人哋邊啊度有一個微微娃娃呢大聲加另外一個唔知係咪人啊嚇。แล้ว諗個冇介紹我白嘢啊！你冇對電話啦，你冇對電話。哦，佢就咪對電話。頭閃。是大咧，到咧碌行出來到到班就聽，我看翻隻嘢。哦，你冇看電話班就啦。我嘅相機落起來，就是愛看，就是愛看，來，就是愛看。誒，你做咩俾人尋地打 plan 執？冇，我哋愛講 please make your payment first。PayPal。我談8%咯，我談8%咯。不要緊，我直接搬咯，因為你是主角嘛。你有呀？特別你邊呢，我直接拍嘅幫先幫你。到時你哋使講一句啊，照片像我，可是不是我。哦，來解釋。鳥鳥是我。鳥是。應該是你個早做你捐。10年還是幾年是整3-4年整啊？到了你變成白的時候，我們看過啊。變成白是你冇來啦。哦。我激隻個咯，感謝掉。後尾。我個想念你激個咗，我感覺掉嗬，我只好搞。因為看你講嘅時，你講嘅真係興奮嘛，講哇，係你 cream 啊，安裝。天上有地下冇。你只掉。有啦，แล้ว佢有一個教男講，哇，你朋友嗨掉啦，就病。你男朋友啊？我唔是。你是伊冇朋友啊？唔是。你男仔咪就男嘅？啊，就是我朋友本是白男啦。你特別男仔教應是佢請你，還是你唔白伊？嗯，你白伊啊？是。噓，唔講
你大聲，等你聽到，我決定搭台啊，搭台。你衰啦！無你是去誒？老隻。哦，你去先食誒，香哥嚟啊，香哥歡迎。香哥 Hi，thank you。Hello。香哥是哦，是夏威夷嚇。嚇是。香哥，我問你頭一粒嘅電話是係咩啊？係咩？你記啊？我唔是電，我唔是電話人。哦，你當今你用電話。有啦。但是你是當今是夾寫字啊，到底夾？非夾全師。當今人們用 email 咯 ，please 姐過來用 post。Hello， 今日用 email、message、Facebook。你知啦，冇電話冇 email 又近 call 就會朋友個隻代表個一家就配合又好，等下幾哪禮拜呀？我用 phone 用隻 Google。哦，所以你冇用個唔知多幾人叫我，後尾換。你邊咧學見到聽，你用 computer 聽。computer 條。哦。邊咧學見到？แล้วGoogle Plus ตั้งแต่รู้ก็ว่าคือ Google มี Hangout ฮะภาษาHangout 像咧 Google Hangout Google Plus 像是啦哈別怪了你 Google 接到是咯唔使接咗只 Google 有活的冇活的事冇活單個有活去啊你有活嘅咩有啊人有活啊人獵活過我講實活到一個咧แล้วแล้วรู้ว่าตอนนั้นที่มือเดียวน่ะสิก็นี่แต่งว่าพังกี่รู้ทัดเดียวไป做下咩事咧ไป做咩之前冇查嘅時候我แต่งว่าพังกี่我都唔知你冇我跟你講有見小英文可能偷假呢哦是咯唔知咯特別就是你用 iPhone 嚟講就係 safe 嘛你就是有咧 password 講到 handphone 啊講到 handphone 啊，所以讓這邊嘅就是有朋友是用 message DGA 就係小心，因為我嘅 friend 一間伊可能貴少，標了下你類啊嗬，揸到伊嘅標嘅位，所以DG message 進落經伊會再做 auto payment。哦，一樣。所以讓聽到下你電話下面買去聽呢都冇數啊。哦，你是接到嘅時候，你看唔做？我嘅 friend 接到。哦，你接到現在電話做啊，即係俾做四刀，哦，你唔知電話都刀是幾少啦？個攞刀啊未個？你唔知電話都盲接啦，就是講。第好咯，特別你唔係接，有可能你外交嘅做生意嘅，外國嘅朋友 call 你來講咧，你冇聽就死了啊。แล้ว當今馬來西亞地興嘅咧，就是講紅兩邊拍電話給你嚇，講你係咩啊？我朋友掉架錢啊，聽啲紅兩邊咩架亂。我冇好就是一點咯，了有啲人伊黑個第國家好了嘅什麼，三排幾個伊下啲KL 嘅下啲馬達了嘅電話。我真係冇聽到呢，但係我到底 internet 你聽，唔知道啦 WhatsApp 有人看到啦。人講你馬達了，講特別你睡車，你朋友睡車แล้ว特別咪個 list 落落車，我聽到。แล้วรู้เจ้ากี่ไอ้เดียวกำปั้ง我聽到，แล้ว我朋友紅樣嘅咧，伊是條 personal loan，แล้ว伊講唔知多得落去借一個 BL 50千，แล้ว你唔知成3期4期無形啊，我講你按看你嘛是頭砍咯，佢講 OK 不要緊咯，我朋友講 OK，按看我等去割咯，所以就去砍咯，按看咯。哦，只好解估啦。第好了就是 SMS 來下面哦，甲你講恭喜你哈，你着小誒頭獎幾哪類？甲講我係要花摩多甲當金200去拍幾小嘅，按咗去着獎啊朋友。用唔着？แล้วโอเค等講等拍，那是你等我拍記錄冇講過，嗰邊屬於你拍電話，按咗要緊電話冇，隻小英文拍唔記得。電話。他明明叫無通接無通啉，要緊電話袂使通記。我們想哦，我那是，我甲我朋友講，你啥物？我厝內面無電視機啊，無 DVD 啊，哈你甲咱物件無啥物，不要緊，哈，要緊是啥物？袂使無 network 了。哈，對。無 network 我會笑啊。我們想。把住我對起時都係咪？我識個你 check 同成日每個都係咪件好嘅 data plan 得嚟。
我頭擺時候 Maxis 我真歡喜，我真 satisfied with the Maxis 嘅 hot link 嘅。我特別用伊得就好，你我個嚇，因為當今日啦，伊出嚟必備嘅這本是有參加 mini， 好啊嘛 ，free mini 個啊，所以嚟本是上嚇。free mini 特別有 partition 是啊。partition 係咩做啊？即是講，若是講是10 gig 嚟講，一般都weekday 是幾 gig 會使用，然後 weekend 是幾 gig。嚟講是講拜六禮拜後攞1 gig 1 gig，然後是禮拜伊就有8 gig 後攞，一攞正式用嘅拜甲拜個是2 gig 咁樣樣，所以儲價嘅係都本冇夠用嘅。白攞嗱講是伊係你WhatsApp 咧，都冇看 video 係咪咧？咁又1 gig 半夠了啊！我就夠用嘛，都在玩啦。都你對我你哦Snapchat 哦。係咪叫 Snapchat 拍攝下？往這種咁幫人冇係咪氣口啊嚇？拍攝。咱 share hand， 咱兩人 share hand， 我冇對。因為我跟人講馬來西亞到咯，哦，人馬來西亞人啊，隨時講到出張正面嘅，我講話掉咯。對啊，我嗰時 Superman， 我嗰時 Spiderman 就跳白去，又撐去對面度啊。無了，所以個一張啱啊，我有 hack 嘅廣告，領導時係時 hack 嘅廣告，哎呦，曉嚟叫啊，我冇估會叫 all hacks 啊 all hacks แล้วall hacks 啊 so 我俾講咩嚇，我用嘅是5 gig 是我一個月入面用5 gig 啦，用了嘅是30塊呢。因為都講到對人啦，因為當今高錢啊，這類company 啦，所必備都是講，伊 offer 是路邊伊 data 50塊，路10 G， 然後你10 G 伊是對咧 expire 啲嘅咁樣咯。50塊路10 G， 冇咁成話。我俾電話我唔知10塊是幾多，唔知幾多嘅 line 呢，笨嘅。了5塊。因為當今都單個都對嘅是伊本真正濟變無相。係啦，所以我特別對嘅是。因為都嗱講唔係笨字啦嚇，即就大馬來西亞裏邊，我嘅變都冇講真正笨字。特別我有件事。人外國嘅，喺你新加坡啊、香港嘅啊，有一時真係笨字嘅。我是有件事就俾伊嘅 speed 較快，但是 speed 冇快嚟講就笨字，我好我乜未，人哋我用隻字。แล้ว我個比快個比字咯。路這裡唔是愛行 speed 啊，路是愛行 data 大，แล้วก็愛快咁樣。對。所以你phone 呢特特愛 4G 特咗啊。少，所以我特別用 4G 個比快啊個比直接有 coverage。頂到但係冇嗰時卡借位冇 coverage， 所以當然大即係上個度啊，邊嘅時候卡借位有嘅。因為上個度啊，本是屬 USM 啊，最了係你。咩？哎呀，死鬼未死鬼仔好啊！冇嘢啊，困嘢啊，講啊，呀 ，OK， 我咁咪，老人咧，老人毛哥，你等我碰見咋？我都冇物件俾佢啊！美國都冇啦，上個車講嘅物件都未做嘅啦，你個。我嗰邊都冇物件，你我有 spare 嘛，唔要緊啊。咧啲即係咧，Pacific。哇！我真係是胖記，我應該係小氣哦。我你係小氣，嗰就因為我冇 backup， 我係小英嘅咋。哦，有驚。then 下，我係 password 啊，咪個了我 safety 我係迄個 note 嘅位。哎呦！第好。then 下，我唔一冇氣，我係小氣，我應該係小氣，所以我氣到落好啊，我盡量接我電話啫。privacy 物件唔係 save 掉你 handphone。當你出去外口，你用人嘅 WiFi，OK， 我是 IP 嘅，我抄咗你 IP， 你物件就是了啊。嚇，第好快物件啦嚇，家己寫到家己一個 note 嚟為較好。你 note 係使 lock 嘅嘛？你 note 真係有 lock。我唔要 lock 咧。你使 lock 你 note 咧，你 password lock 你 note， 所以你變咗你 password。lock 啊，even IP 上架係can。怪別算講嘅，到時被抄掉啦。伊 encrypted 嚇，甲無 look extra layer 嘛，甲無咧。伊會抄掉路，特別本來時間，所以學我家己 private 嘅，我唔係入去嘅，我們是抄掉一本嘅冊。特別我有一個，哎呦我驚咯，把路我真驚咧，路佢咩搞？
誒，我一個 app，我一個 app，就是要緊嘅物件，個了買下。對對。真呀，it's a matter of time，假使人會 break 落去你電話，it's a matter of time 嘅。我是，OK，上個人講 OK，我會打個一個人，我真是會打個一個人。The time it takes for me to break into cell phone 係真快。了個就係講係咪做啥？我當然用掉嘅係了個就係講 handphone 裏邊嗬，你要緊問下你阿爸阿媽啱啱你名唔係下。我就應該伊人會呀，你厝嘅電話咧，甲人講都掉咧。對，所以唔問下。是。誒，不，我跟你講，我用咗一個 app 叫做 One Password 啦，我用隻古嘅一隻 industry recognize 嘅一個 app 嚇，伊是收你嘅資料嘅 password，是講你愛 download 啦，伊無半幾，唔知10塊美金，特別嚇。John 啊 ，yes，講有 backdoor 嘅。我知啦 ，I don't care。this is true conspiracy theory，你變做特特面嘅，你未寫起來你知哦。所以你用下，你 instead of 用 notes 啊，你已經較好嘅就是 lock 你 notes。啊，冇嚟講，你會使用 one password。Actually 有一個情況我知，但係我未甲你人講到啲方面嘅 skill 咧 ，because 我吹風我就是突出。未記，我咪知，我被講即 practically 啦，你未使成日對特特面嘅㗎啦，你可能試啊。你要見曉特別是，你特別 backdoor 你別想，那是有嗰兩人會接你 backdoor 曉，係你就嗰兩人就知啊。所以那是講你會接你 backdoor，你淡薄少數，那是講你真正大成個你大粒頭嘅 secret 咧嗬，你唔要見。冇講 general public 嘢啦。哇 ，that's right，所以講咱特別講 practically 嘛 ，practically，你係講特行嘅，你係講但係可能嘅特行嘅咧，你係用 same reason 嘛，所以 practically 你按照用 protect 你 data 你特別用你特別吹。了，有個價值種嘅是講你password咧嗬。唔肯是 alphabet 嘅了，愛參。我講聽 one password， 對我講 one password 先 ，one password 了，伊是 one 1號啦，了 password。one password 了，我寫個了，我係 password 到底裡面，了你特別會記到你裝嘅 password 咯，你寫你會記一個 password 嘅啦，แล้ว所以叫做 one password。one password 你記起來是你物件，個了你寫寫到底裡面，那 everything 是 encrypted or end to end encrypt 咯，所以你有伊嘅 data 本好，你because 伊個了 information 是 encrypted 嘅。So 伊是成個你 bank 啊standard 係咪嘅咧？所以樣子真正 known 嘅你唔通凊彩去俾你中國做嘅 software 啊，咁你講 password protect 你唔通去做啦。So the other thing is，即係就是我這邊我知啦，就是 if 你冇用 iPhone， 你冇用 Samsung， 你用普通嘅。The first thing 你 once you receive 你 cell phone 嘅時，伊個 app 個了到底 on 你 cell phone 你 wipe all of them out。你先 clear 個啦，其實。你 clear 個啦，其 because those cell phone 成個你買 plan 嚟啦，下你辦嘅 cell phone，pre-install cell phones，但有大嘅 app 咧，就是伊拉用 spy 咯。有伊人有 insert script 落去嘅，所以 those pre-install 嘅，所以有大你上個，唔係講多謝，有大你 cell phone 嘅 brand 咧，係你 country manufacturer 咧會接起嘅，伊個 government 會接起嘅，所以 depending on 你 cell phone from 邊度來。แล้ว你那是用即係I think Malaysia 應該是有攤賣啊，你到 Malaysia 你到新加坡未記啊？新加坡應該是有啦，你 try One Password 我 try 過真係節目上嘅 password management 嘅 software One Password 是我 favorite 嚟。是唔是想啊？是你梳頭，梳頭你，車係梳屎嘅坑嘅。嚇，車梳屎坑。藍色嚇。藍色係我嘅白。對。แล้ว我講聽，我就幫住佢裏面嘅，แล้ว嘅時候，你到你開 save 咯，裏面就係講你有見你電話，你電話上面啊，同埋你講你是6啊。嚇對。你6你有是咧嘛？有見用你嘅 Touch ID。嚇對，我用 Touch ID。你用 Touch ID 咧，就免你見了你有成個turn on 你嘅即個
Find iPhone，你find my iPhone 嘅係啊，find my iPhone 你 iCloud 特別等我你 iCloud 是呢度，但是你冇你 iCloud account 嗬，你被 activate 你 phone 嘅咋？我有 iCloud account，but 嗬，已經 full 咧喎。哦，你唔要緊，你是 backup，你咪抄 backup 嚇。你那是講你是 convenience 啊，那是講你小英嘅嗰度笑嘅啦，是 convenience 咯。特別你那是講，actually 對你嚟講嚇，如果到新加坡，你應該學你俾你 iCloud 小英嘅 backup，你小英你咪打埋微滿咯，你等話。啊對。對，誒我就是本，你是樣就是要趁累啦，特別伊是有你有俾啲 benefit 你個咁害嘛，所以你話是咁害，我有你小英係是累不買唔到物件咯，就可能是啊。啊對少。對啦，成日擼嚟做下你邊人逼我攝小英啊，我攝一個日做烹記冇攤吹啊。你講攝小英哦？你講咧，哈哈。你講翕條相，我唔知你是住我，我看呢邊啫。唔係學過。我看呢邊啫，看我會記錄喎。你講你到底諗嘅教英嘅時，你教我講話喎。冇講話，你講話啲咧。我行過呢，你行來伊行，暫時我三時行你頭前嘅。哦，即係你冇叫我，真係人驚，做咩事人你唔驚嘛嘛？online 昂龜頭嘛，on 就轉。哎呀！我是真是解咯，都我真是看到邊啲學人聽咗，我是成日出來人咧，安尼這年啊講。我個仔諗佢講係請下你生去啊，我講唔係啦，唔係請啊。我都請嘅邊啲學人生下。冇請，佢暫時都係生出嚟啊嘛。係啦，你冇請，特別你把刀你對你是看到我到底 Apple 是幾叫玩上。會使。我個姐妹都你要服務嘛嚇。你一直頭毛毛菇嚟喎。毛毛菇嚟不要緊啊。毛毛菇本困嘢嚇。冇啦，不接定啦。你 OK？Yes。我係 Ophel。OK，你是裝。你是哆來咪啊？要哆來咪 Ophel。OK，拜拜。拜拜。Zaki 啊，你食 breakfast แล้ว就 OK，so ถ้าเสร็จปิดแล้วรู้做咧，等你小英那是講嘅 backup 咧，咪是 in case 你電話係拍唔見嚟講係，你小英嘅咧 backup 嘅 iCloud 位嘛，對。是咯，但係我看 iPad 咧，我同埋插伊咯，但係左邊同埋插伊咯，熱咯。但伊頭一個 level 冇講真正貴啊，伊頭先我是一個節使是。冇啦，at least 你嚟講是用 iPhone，你會使嘅你小英過去你 computer 燒掉你 computer，然後係個 bandai 下面樣。但是講伊會做啊，你看條已經做啊，你知哦。但是講伊那是講講伊當機會電話咧，個未做，但係有你唔是做冇做，有你是冇時間去做啲樣嘅物件，你冇明白哦。這邊大咧。That's why 就講我朋友啊，阮嘅 iPhone 本有 notebook，特別伊無點聲做，講伊無點聲做。That's why 你就是搭咯，你就是開了就你搭了，就是你講伊個你去做，保你嘅效應係咪物件啊？冇，伊是俾完單，就是 backup。哦，你是講搭住你講伊 maintenance 俾萬里。伊是講靠，你是講 app 或是 iCloud 嘅 account？iCloud 是 monthly 嘅。repeated 誒。哦，monthly 啊。誒，我喺度俾one shot 你記得了鎖了。學 one time 係咩？冇，你 app 是 one time，你看你睇咩物件啦？但係咱講掉嘅是 iCloud 誒。小 Anki iCloud 嘛。係你是 monthly 嘅，monthly yearly annually 嚇。你成個稅位可以行你小英睇了。哦，OK。特別我講㗎。嘢 space 隨後攞一個攞嘅攞咯，你是講調分嚇，調到都計稅處啦嗱。房間啊，四房間。你如果你玩password你做一下，你卡清，要見你會記得隻 password，然後你把打下面嘅，要見你燒到啲玩 password 兩邊，然後你到，我感覺你冇人貼到你電話，就是講你 at least 有 lock 咯，你有 lock 咧，就趕快接你電話咯。歡樂。然後你那是你到啲玩 password，就是講你接起玩 password 咧，能接到你電話，你接佢，我唔知佢你看到佢下係嘛？伊無寫嘅字喎，奇怪哦。無寫嘅字，我哋面是 in-app purchase 咯。嚇，就伊寫 in-app purchase，meaning？伊成日是伊當今有隻 subscription 本係我唔
使。我話你 download 咧，我伊無叫我考慮喎。你就去看下，伊唔知是 subscribe，maybe 伊就去嘅俾。你用 computer 有只隻哦，還是佢只是台 handphone 㗎了？冇我用 handphone 只隻。OK，你你明白？我有俾一個是 one password 是參 computer 嘅。我知了，伊是啊 get started with your first trial。so after trial 就愛學慮咯。佢要講喎？應該，伊冇講喎。等我講 trial，我到啲 website 看看。哎呀，死冇講。哦 ，pricing 等我看啊 ，pricing 3塊。誒，特別係 monthly 哦，即係 per month bill annually。哦，當今冇 one time bill 啊？不是愛稅位係係啊？上個是啊，啊是你聽到是我談經嘅，你愛稅，啊是咩咪使？哎呦，你款麻煩咯，哎呦。是講你出要八厘半，要八一隻成裝就係咪是除掉成裝好事？你嘅電話那是拍唔見去嗬，你嘅 information 嘅了，你 log in 不到，你 sign in 到對嘅時候，你哋打個係個啲，係個個啲嘅咯。哦，你唔是講話電話咪是會使咯，會使嚟講啊。哦，你去 research 啦，你去 research 下啫。OK，我去 research 啊。你冇講別你驚啊？我就是真驚。對，我實聽咧，我真驚吧？我聽迄個大家講，我真驚吧？你做你 password 去哦，你 password 你 mix alphabets 加 numbers，然後你 OK，then 你 password 去哦，咪用 words。make sense 上加grok tok blak blak klang kuruk sangka lu for example sangka lu cat 1 2 3 dog lu 咪用อันนี้อี cat กับอี dog lu 咪用so okay so those 只係 incorrect so lu 用 random alphabets tapi อี alphabets 對你成淡薄 make sense 所以淡薄會記掉成日講你嘅嘢上個我捌一個人啦伊真正老了伊真正老了然後伊就是 professor 啦伊嘅 password 咧真正 can corporate 嘅because 伊嘅 password 咧伊用人伊用plant 嘅 DNA 嘅 combination 嚟寫嘅 password。你對一猜就是蝦米 species， 然後你對一猜伊就是伊 DNA， 你解 crack 伊 password。人哋 crack 個來本困擾咪做。特別我 password 我用 password 有當時，特別我 password 是。但 iPhone 啊，唔知係同人字做咩吧？嗬？很多唔知喎。成個是白。哦，成個是冇 test 貴啊，嗬？成個是白啊。แล้วลูกก็ไปพายเสียมีร้องสิแล้วใส่ผ่าฮอกกันว่าอาสิผ่าสังกาแล้วลังก้องคุยกินแช่เสียมีเหรอไอ้ภาษีข้าเจียวช่วยเดียวโลแล้วลูก password 咧ไม่ยองสังกาลูกกัดดี easily obtain information สังกาลูกไปเนี่ยลูกมาอย่างลูกเสียจิตทำมีอะลูก school你的 boyfriend 嘅名，你 husband 嘅名，哦，你的 personal information， those 係你 simple easy information 啊，亦password 嗰啲你唔用。OK， 我講到聽你講，這都是即係 because 啊。Because there's真係一辦法會 crack 人嘅。你用 one password 嚇，你用 one password，你自己嘅 password 就比較 strong 咯。你用 one password 就比較 strong 啦。one password。對哦，所以你就俾想一個真正 strong 嘅 one password 啦。我嘅 password 就係嚟講咧，以前把你 password， 我嘅 password 有借過百咧，超過百咧。我咪同你講攰咧，可能 kiss on 摘掉，好代入頭佢哋麥當接嚟小事。combination 都 still 係 crack 咗。我唔是逼你，我是 more than 逼你。然後特別我咪講到第一些當今咧，就是
我講聽，我20個咧。我講聽，做咩事？我講聽做咩事？你 password，然後你 password 啊，它特別 that is only to current technology 一 break。It takes the time it takes for it to break 啦。所以假使都20個你 character 就明嘅，要接佢啲小英要看你 embed 即係七色別嘅時候。冇我是講咧，七色別我同你講，你當基本上你特別想到你自己嘅把手特別真係 strong 咯，特別你一記一嚟啦，因為你當然一記掉出嚟，你接佢嘅時候，你呢個 app 啊，一刀卡手你。create 一個真正坎坷 crack 嘅 software。because 一點點 fail 啊，你就係想正這道哈。不，你 let's say 好 ，let's say 你把所你被燒嘅物件，你咪是被燒要緊嘅物件咯，你咪是就講人家，成日你 maybe 你係咪號碼啊，什麼要緊嘅號碼，還是你被燒，成日有你 website 啊，你被去你 Facebook 嘅 password 是係咪啊，係咪物件好？你使到啲 one password 會燒。One password generate 一個真正很 correct 嘅。例如講你係30個 character， 看你依個 website 啦，或者 website 冇 support 呢隻 character 你都俾佢看啦。然後你依個做依個 generate 好多真正很 correct，你記唔到嘅係 combination 咯，就係 random。然後時你用下咧，你到佢嚟 and log in 就叫你 Facebook。所以你別記你 Facebook 嘅 password 是係咩就你特別用你個記係你 main 嘅 master 嘅 password 接去看你係你 password。所以變咗，伊唔是講你別做你個記 password 特別就 strong 咯。once 接去嘅時，你串你其他嘅 password，咁咧伊 generate 好你真正包袱嘅 password。伊個你講你拍進去時候，以後你看青，還是黃，還是紅，還是咩嚇？紅就是講真正無好，你 password 就真無好啦，變靚。變靚，而家92年行啦，都是冇咯。Actually 啊，John 啊，there are actually technologies available for to make 你 password 錢啊 can call crack, but the problem is all these commercial companies 啊，特別講，伊人冇用呢 technologies 個。就是講咯，就是有啲website 其實 up to 6 character 嚇，你別使用這裡，別使用嗰裡。No, because there are technologies available that to make personal data is very difficult to crack. But the problem is all these industry all these companies, they 伊人對伊 technology 是人辦。因特別 upgrade 咩？特別路易斯所以買。No。然後我講聽，當然是 practical 啦，同那個 practicality 啦，咪講佢哋獨立頭講嘅佢哋較淺一步，咱講是 practically 啦，但 everyday 用嘅啦。Because 佢哋啦，我真 understood，特別冇人插佢哋較 general public，佢哋做咩事？你當今加 one extra，even 你當今你 note 了，你叫你 note，所以第四嘅 software，你到啲 note 最後你係使 lock 嘅咋？啊，做落都成教我一步成咯，我成做一個成。OK，等我看下，你去你嘅 note 一位，然後你寫嗰啲要緊嘅物件，等我看到怎 lock 啊？到底你特別 create 先嚟嘅呀？等陣 notes create。咱會使聽正一個 topic 嘅嘛，等下 after that 來 lock 嘛，對。哈，你會 lock 哦，你做對。未，等我記住，我再講嘢 lock，點知我冇呢個撳 rules 呢？iOS lock notes。So OK，yeah，該冇 intuitive 啊 ，Apple。你去你 share 位，你去你 note 位啊，你看到你 share 咧，一個四角咧，一個 arrow 嘅 key point 對面嘅。哈，你到底彈下咧，然後一啲就已經 lock note。share OK lock note แล้วอีเดมือนึกใคร我這個禮拜所以個一刀喎嚇แล้วก็ I create 成 strong 嘅 password 不用你電話 password 你將你電話 password OK that's not the correct password 真係如果你 create 新嘅 password 係咩哎呦，等陣啊！你問我個機被開啊，你你等陣 show 了還是慢慢做 ？show 了還是慢慢做？慢當點做？OK，等落去插。你要見我 show 係你對 backup 你嘅物件。但係我講你嘅時候，你 backup 你物件，然後你係 separate。
that's why 咱咪講你個大粒頭嘅 method 啦嚇，咱講 practical method 啦。你事實講你有 iCloud 好一部就咪，你有 space 係要 backup 你個電話。你就變話就保去，白佬度根本好效，你幾筆集先電話，你 download from 你 iCloud 噶啦，你咪夾佢。有時講 everything 本起起啦，嚟你 password whatever note 噶啦，本是出起啦。哈，對。你變話翻見，你變成講貴世界，誒物件個了啊，扣掉你一粒嘅電話就。你你看我隨迄個位嘛較硬嗬。所以咩嘢使啊嚇？你使算，但是講你冇嘢使用你 notes 嚟做你 save 掉你物件，你冇用 one password 冇嘢使，你成上。特別你對會記一項物件，it's throwing a monkey wrench into the system 啊！你對會記一項物件，就按教講就是用 one password 啊。都是一個公司 provide 你一個迄個 service。所以迄個公司本是會，假使迄個公司條 hack 嘅時啊，你會記得㗎啦，所以 choice 先咧，所以 choice 先咧啦，你 choice， 我 feel 到我第拄伫我嘅手咯，啊是，我特別話，咁啦，問看到，冇你 choice 先咧，你 choice 是你咁慢當金無 protect 你，啊是第二 choice 就是等到別人你嘅機會啦，當金人 crack 你 phone 去無 protection 較一關，還是人 crack 接喺你 company 去較關，還是你對上個大粒頭物件，個了你個機，你 off the grid。我係你 examples 按照做你 password 啦，特別對 off air。嚇，所以你是 either 特別對上大粒頭，你看你特別物件咧特別 off air。我係你 example，你去轉啦。免聽，我跟你講大粒頭嘅路係時間大粒頭嘅會對呢，所以你要對，你要對，也是你嘅 choices 係真勁明嘅嘛，無半行，還是你做這個 step 對，所以你 already 做 one step 係已經是對你嘅幫助是已經夠嘅就，除非你要去個真正 deep 嘅成個你去咧大粒頭嘅世界。咱是無去到迄個地步啦，所以你看做你做 one extra step 你已經就是假設你就係 lock 你 notes 啊，你免 one password 冇好你 lock 你 notes，了你 backup 你 phone， 你已經是對你應該幫助是真正大啊，明白哦？你咪驚咪嘅佢，了特別就是講，定做 first layer 先啦。Apple 咪是會掉 hack。Apple 嘅其實條係是，那麼是死嘅了，特別喺你把線索黑嘅佢，你到底你到黑嘅佢，你當金冇 lock 掉咯，對唔對？As long as 你嘅 Apple 你用 from iPhone 你冇 jailbreak 冇關行，it's harder actually。係啦 ，that's why 我講 that's the thing。You just said the keyword harder。你 set 你 assuming 就是。directly 你買 brand new 嘅，你 set 你嘅 security。我就講，咱當今咱講係 common general five failure 呢，伊 automatically wipe 你嘅。所以咱 generally 但係咱講嘅就是咱聽到，咱今日幾時個人知？大粒頭講嘅 level 是個咱平常時講嘅 level 無相嘅咋，伊講嘅是 always 是 extra 一個，個加一步，所以咱平常時嘅人，咱是講一步，咱嘅，我做嘅物件 usually 都是5 to 10 years ahead of。所以伊嘅世界跟咱嘅世界無相嘅咋，所以你除非你我看物件跟咱無相。所以這是大粒頭嘅看法啦，所以你個幫嘅就咱去大嘅世界就好啊，咱免去，咱當今咱係做咱 commoner 平常時嘅人做唔會使啊。It's not what 世界啦 ，it's about actually the community is quite small actually。我知，所以啦，所以特別我知，伊若是講，伊講條我 community 就怪大嘅 community，就是講 community 就細，所以咱你 compare to 規世界嘅人啦，人平常世界嚇，所以發生錯事啫。of course we compare 啦。但所以咱講，咱我係成話，你準備經，你是愛準備做 Apple 嘅辦法對我講，還是你準備對大粒頭嘅辦法？所以你。choice 係 clear 嘛，對唔對？所以你頭嚇，要見你做一步都已經夠啦，免去㗎你5年前、5年後嘅。All depends on how important is 你嘅 data。是啦，對咯。你想看你物件有會變，你做物件真係 sensitive 嘅 ，then of course 你係 FBI 嘅嚇，個冇相。OK，當佢我俾小我俾小你講我個只 question 個問個，但我看 scan 看，關注廣告掉，關注過來啊。
有啲。跟住講歡迎。你頭一粒電話是咩？我 Siemens。哦，當機咩 ？iPhone 我都唔知 iPhone 貴啊！我嗰條車機啊，咪講我等住呢個對嚟時分別用掉，然後冇 backup properly， 我去 Apple Store。做一邊嘢，唔係講話，伊講是接水，特別我心想我無接水啊，我感覺是隨點幾隻，伊講接水，所以 carry of me。然後我無感覺，我去外口找人開來看，無接水。然後對伊講就話無，伊講接水，but anyway 我 out warranty 啊，今年佢 out 又無換下路啊。對，因為換下路特別無換下路 for free。伊講愛累嚇，伊講愛累，唔知是啊。因為看到嘅嘛，伊內面啲即係 moisture indicator。特別我係扭佢幾路豆啊，我就係無接水，講接水，所以我食了後，我叫外口人開下我看，無接水，所以無接水嘅，我一定話是我聽係啲人講話，人聽別條我講話，我 speaker 被用掉啊。So 我 guess 我 drop too many times on the phone。Then 我咪想想，嗰人開人講未事那邊嘅software problem， 我是 update 佢後嘅，你看問題，我才講可能是software 唔啱，還是I mean 對，佢起來看換嘢 hardware everything 無數備，嗰本是備用，做嘅 everything 本備用，所以人講咪你哋對 Apple Store 佢講無接水，佢講就換下話 ，so already out warranty 啊 ，because我用 white words 我 powerful words 啊，我講 I can go for legal because you try to lie to me and get rid of me。因為這比賽我即係係 Apple 嘅即係。once 你開掉應該是別換下路啊，之前你講講掉。特別，Apple 先呢？那是講你自己你嘅 warranty， 那是你做過 something to void warranty， 咪是樣啊？這是我是在數，特別你家講一件路，一換下路，一換我邊類。每唔知幾百300塊澳洲類。特別樣是記掉，樣是伊是記掉你嘅，你其實咧，你其實嘅去做 service 嘅時候，伊會再講，伊其實 indicate 你嘅water damage。water moisture 你咁講。Everything is in the notes. So after that，我企下就自己拗，我冇咁壞啊嘛，我叫人開佢拗啊，你講冇，我去另外一個 outside shop，because 我是唔是講咩？伊叫我哇，你是 iPhone 6啊？伊叫我學300塊，我俾新嘅電話不如這邊你可能900幾 drop 下你 price 先，我係俾到新嘅嘛，我數學300塊俾隻貴。所以我冇咁話咪寄出去咯。佢後時我是唔是想我電話，我是講過，我講我俾等新 iPhone 7S 還是8，我嘅買 ，because 我開始掉嘅是4個貴嘛，所以一隻新電話出嚟是9個嘛，所以等陣個有新嘅啊，咪買。所以我是唔是講為咗冇電話用我用舊嘅，慘了舊嘅電話加了，我係做死了 iPhone 舊嘅，加了未用。我們所做兩件物，你講 battery 別用啊，要換 battery。你換 battery 啊？冇換咧，等我哋對邊咧換。其實換 battery 唔大 ，because 你未 backup，定話冇 backup 會穩定。就是你我講睇你問當今新嘅 iPhone 都唔行是所外口做㗎咋？你係 Touch ID 那是 involve Touch ID 嚇，你 Touch ID 外口 service avoid 你 warranty on top of that 你 lock 你個телефон去 break 你個telefon去。所以你 Touch ID，because 你 Touch ID 做乜屬於 safe，就是伊特你 Touch ID 你 fingerprint sensor 為嚇是有家己嘅 chip 嘅啫 ，individual unique 嘅 chip 嘅，所以伊嘅 chip 嚇伊嘅code 嚇是伊袂使成講換你 screen 過去，你看換 Touch ID 是對了 screen 來嘅，所以你若是外口你換電頭咪，我個唔敢講啦，即係電頭應該是 OK， 你換 screen 啊，伊 lock 你嘅，但是講又冇 authorize 啦。But because 你變咗話，你係你人係講我去貼人嘅電話，我去 swap 伊 Touch ID 過來，你用我嘅 Touch ID， 然後做 log in 你 phone 嚟去咋，所以別那是 ID 冇 match 嘅伊嘅 chip 冇 match 嘅伊嘅 screen 下，伊個 phone 都 break 起，都別用嘅。4字就冇4字就冇，特別 battery 應該是冇問題。OK，等陣嗰個一個每人你人用
黑色到底你電話是 screen protector？有。一人隔了個查某有大波真少用誒。我冇喎。哦，係咯，大波冇乜用誒。大波冇乜用 case 啊？哎呀，死我 YouTube 啊！喂，下邊嗰隻對戲先 ，sorry，怪別水，喂，隔下邊個，哎呀死個冇聲，我再就對。OK， 那是 YouTube 嘅人，那是講攏無看到我隻嚇。攏都袂去聽你俾我見到 website 聽 audio 嘅，因為我特麼 connection 對起先。แล้ว我冇用咯，你看到我用嘅呢，我用貴禮擺條，是講我豆尾豆就入去嚟。迄個豆嘅嘅看下嘅好用嘅嗬。啊，這裡啊，你要用啊？使買啊？係啦。我叫做 Pop。特別去 Apple Store 買嚇。冇 ，Apple Store 我冇參買，我到啲咩英國咧，叫做 Pop Socket。P.O.P. 伊會開冚嚇，你看到一定咗，你看到咪是邊去咯？你話係接外博嘅咯，你都不用自己開起來咯。你開起來，我個曬呢係就想俾看戲時，我個曬呢貼掉呢。即係 selfie 好用，未拍㗎啦。對安尼咯，我頭擺咧，你配掉下了，呢個未夾啦，後尾你嘢掉。我掉路吧路，你 YouTube stop 去了。當劍個有對啊。Where is your stream ended 3 minutes ago? Another thing is.So if ni to si we ki repair lui phone or repair lui even computer or lui tablet also lu mang if la lu mang ho hai le lang ya lui mi kia la chao ji ki de room privately lang ka ti cho 屌你企喺邊一塊做？對伊人，對伊人，and then 你對 you have to watch them like a hawk you watch them like a hawk咧伊人做下面 every step 你對咪，你啲做下面當面，你做下。這邊是我同你講嘅是，咱唔是教即係上世界㗎大粒頭啦。好啦，normal 少年嚟講，你對企喺邊一看 ，because 伊畫面你對在。我哋未教我。冇嚟講，伊charge 你 a lot and also not just charge 啦，伊人亦做 more malicious stuff 啦，像個 for example。等啊 ，OK， 等陣我上個伊人而家你入去一個 private room 去哦。OK，佢唔係講唔係講即伊人會 download 你嘅講唔係講what your mom and dad 你爸爸有 smartphone 咯，是爸爸用 smartphone。有啊。有啊，我媽本用我爸用 iPhone 5啊，是咩我唔知啦，是我知啦，但見得用咧，買用咧可以用。แล้ว我阿爸 iPhone 5伊講我每你 iPhone 有電個，伊講有啊，伊講個媽個啊，我都伊講個媽個我都講咩定字啊，把路等於是伊講我把路我腦子整把路個揸先。冇電嘅時候，伊冇用是冇。伊冇必用咧，伊個冇得帶，伊是個電話啦，咋？所以伊冇開 WiFi， 伊冇開 Bluetooth，但係個冇，伊是個用嚟做電話咧。所以伊唔知係三 G， 是幾 G 就知道。伊咪對個。冇，我 parents 是 after 我嚟新加坡佢又用個實學嘅，because 用嚟搞 video call，用 WeChat 咁了，then 用到 start。用這個 smartphone 咯，我哋個咧白白哦。對，我 parents 本身我媽較早用，我媽較早都冇用，我媽會曉用 Skype， 會曉用會用 WhatsApp， 我媽是幾歲啊？我媽77歲。哇哦！我媽真講，我媽用 Snapchat 咧，咁講。一看了真正啊！一看真正。看伊真正。哈，但係就是你用嚇，我嘛真明嘅，我嘛有 Snapchat 啦，伊咕咕伊個 post 到伊冇咩好 post， 特別伊有去看我嘅 Snapchat 啊，大節。所以我冇人有 Snapchat， 我同你講 feel 啦，比怪別水夠厲害啊，怪別水，聽怪別水對啊。毛毛菇咧？毛菇個啲哦。以前個番茄真菇了咧。哦。I think John, I think 你嘅 Google YouTube 隔了冇。Oh shit! Off air 啦，別怪聲。哎呦，那邊說對呀，你說。是咯，我唔真裝，我按照 recognize 啊 ，off air 啊。But anyhow，別緊啊，我特別當面做。recording 嘛。
我是 recording 啊，所以我哋下面講人特別多對嚟。啊，成日特某我講伊人會 download 你嘅 personal data 咯。咩咪講你哋 personal data？特某講你。no， 特某我講啦，你人 repair 你 cell phone 嘅時，你對 watch them like a hawk 啊。because 人家去嘅 room， 冇啦，人講你嘅 conversation 講緊你估啊，我講當然是講 parents 用等on smartphone。parents 用 smartphone。parents 我講白講，是 parents 用 smartphone 是比較人講，所以 parents 用我 parents 用我媽啦，我爸往時我可以會 iPad 又可以，然後個有等陣個他咪本地講咩what app？咪講下你稍等啊，OK， 我你講無了，我無每個咧把自己講啊，比較差唔多咪攞點怎樣，肯定佢條書啊，好啦 ，OK， 你就估換一刀等我。我之前用我係 iPhone 4用咗4年較久，แล้วก็換 iPhone 6哦。4年哦，我未擺本啊4年，用緊只一版咯。你是好冇แล้ว即係你關注過呢？กูบ้านนอนนี่ว่าจะเท่า because 我之前 contract นอนนี่OK， 大粒頭咧，大粒頭都冇乜用，大粒我每都冇。我 actually 我用都是一個 emergency 嘅 cell phone，I only use it when 大家都 share problem 或什麼事呢個 phone。特別我冇 turn on， 我冇撥行，然後我家己 personal 我冇 cell phone。Of course 我古早 last time cell phone baru introduce到啲 Malaysia 嘅時我有啦，tapi after that I have no need for it。แล้วso อันนี้คนเนี่ย咯，所以這禮拜講個真誠啊，那個小姑啊，當晚是來的，當晚是怪鼻水然後當晚是讓就是 YouTube 會斷起來，後讓特別特登來整聽，怪鼻水加韓加毛毛菇加就是個走起了嘅。叮當叮，唔是哆來咪，兩 Skype 係並大粒頭加七色筆加關注關，但係 Skype，但係這邊個最主要未記啊？係你 Korea 嘅 doctor。對，副記錄官。對，感謝啊，新疆來參加我哋拍曲這個禮拜。嚇！我本時真歡喜，我頭一擺，我但冇見證頭嘛。免你同佢講嘅笑啊嚇。關事啊！你響八島嘅時，你我錄音嘅時，你咪是曉出嚟參加玩嘅咯。係啦，我想啊用 Skype 咯，我 text 你啦。使，你甲我講你來啊，我係對 call 你啊。你那是 sometimes 為我 attention 曉我成日落掉，我冇聽到你啊，你使 call 我，因為我被 at 你對我 call， 我對 hang up 先，特別我到對其實我 at 到對你使 call 我就係，你使我再講你被接人看下。你是講 call 你 Skype 嚇？Skype 喂，你實 call 成我俾拍電話玩下啦。แล้ว我看到你 call 接來，係你 interrupt 我就咯。แล้ว你 call 我 call 就接來，แล้ว我就再講你俾 join， 特別我俾 immediately add 你，我就俾 hang up 你 call， แล้ว我ก็ add 你。OK，希望讓下禮拜個再收聽俾你學見幾個數就刺激咯，講到聽講到嚟兩條一格啊，一本來一條一格啊，講一半時，แล้วก็係你毛燈毛咩啊燈毛燈我看到啊，前面你個就到對嚟，咁先講呢個就禮拜再見，拜拜。